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台湾文化兼生活节目当中。咱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K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咱们K广播电台 FM89.9 播出。刷落来，咱们进行第2点钟的节目单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伫人生的舞台顶，每一出戏剧拢是精彩的故事。故事中的咸酸苦涩、汤甘蜜甜，嘛是每一个时代的民间文学记录的背景。尤其透过主角本人口耳相传，讲出家己生活过程的踏踏滴滴、甲经验的故事，这就是上水的台湾文化美丽之声。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邀请到这位贵宾，是一位平凡、单纯、朴实的公务人员。不过，伫惠阳带囡仔去高雄雪橇决赛的时阵，看到一位囡仔面色面色，原来就是三立电视台超级红人榜演唱台语歌曲的高雄囡仔蔡成阳。这个囡仔真有规矩，阁客气。已经是足侪人拢捌伊啊，不过伊无翘头的开痕，真有礼貌。是安怎台语开讲甲遮好，遮有道？一个家问，就是对因阿公阿妈咧学，对伫阿公的身躯边，台语讲了比爸爸妈妈阁较好。今仔日惠阳要邀请成阳的爸爸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伊对囡仔的言语教育、生活教育的经验。听看因兜的囡仔是安怎咧大汉，相信今仔日爸爸的故事一定会互咱有无共的体会。要听故事进前，咱先来一段音乐，等音乐转来了后，就开始咱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咯。
紧是要打狗屎哦。嘿，安东哥啊实在我想拍，想煞要礼物，要转来去厝三百，钱该用互伊打，想煞要伫骹，要加卡伊搁要下骹。嘿，安东哥啊水鸡鳝鱼米，大汉嘛介意，又搁赶袂去，煞家己迄个红棍仔电动耳，东边弄过来，西边搁弄过去哦。嘿，安东哥啊安东啊买菜真正厚，面线是要当来买田长头，你来罐头酒五加皮，名酒讲是要食偌天，我着赶紧要买排排搁转来去哟，安东哥啊谢谢大家。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收听今仔日的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邀请到的这位贵宾蔡进顺先生，本身是一位单纯朴实的公务人员，因为伊的囡仔真敖讲台语、唱台语歌，甲囡仔教了遮尔好，所以咱一定要邀请伊来电台分享爸仔囝是安那咧学台语、讲台语。专门去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真欢喜来参加广播节目，我今仔日阁有传后生成员来，先来你甲大家问好一下。大家好，我就是上届高水搁爱唱歌的蔡成龙小朋友哦。哇，形容吼，这个小朋友真正赞吼！蔡先生啊，你这个囡仔哪会遮尔古锥可爱啊？因为阿公细汉来时会甲带，因为阿公惊伊脑筋会退化伊，是所以伊拢会伫厝伫遐练歌。细汉成长伫咧厝拢对伫阿公的身边，听咧唱歌，感觉真有兴趣。真有兴趣的时阵，就甲伊陪阿公唱歌。阿公感觉这个囡仔哪会对唱台语歌遮有兴趣？是阿公就真有耐心，一句一句甲教。好，所以教讲，这个囡仔不敢唱歌有兴趣，佮对唱歌迄个感情佮足有够诶。是。所以阮就想讲，会使互伊去试看觅。是，所以讲，蔡先生，你着安排互囡仔去歌唱比赛，对毋对？嘿，因为吼，大家拢是伫迄个歌唱比赛看着即个囡仔，安尼足欢喜，享受伫咧咧唱歌，互境界非常真好现。歌唱比赛足侪种歌会当互你竞嘛。为虾米恁特别足爱唱台语歌曲？因为我接触的歌嘛是台语歌较侪，阿公伊对台语歌即个部分来讲的时候，伊嘛是较熟悉。自细汉来时，就甲形容台语歌，变讲伊细汉伊甲阿公阿嬷拢讲台语，所以台语对伊来讲是一种足习惯的言语。伊去唱台语歌来讲的时候嘛较自然，所以阮就想讲，有拄有比赛，互伊去唱看觅，互伊来留一个纪念，甲伊的声音保留落来。迄当初时，互囡仔去唱台语歌曲，你是希望讲，甲囡仔的声音、形影甲留落来。因为阮想讲囡仔佮细汉，他有伊天真的所在，那阮希望讲，甲伊的一寡伊较原始、较天真的所在，甲保留落来，包括伊的声音、伊的自然，伊对唱歌迄个快乐、乐观迄种情形会使甲伊永远会使甲保留来。以后讲阮可能囡仔大汉啊，会使甲伊以前一寡诶画面摕出来看，以前这囡仔参加啥物物件，做一个怀念诶物件。所以爸爸嘛足用心诶，咱足侪爸母拢为着咱诶囝儿逝世，陪伴伊咧大汉诶过程当中，摄影翕相画面安尼留落来。因为阮想讲囡仔的成长过就无搁停来啊，那会使互伊是想办法可能甲翕相，还是甲录影，所以每一道去外口去表演的，去比赛的，阮拢会想办法甲录落来，会使对这过程当中看到伊一天一天咧进步，伊咧成长的过程，对阮来讲是一种足感动的迄种感触。对。
所以讲，李新荣不管是去演讲啦，还是讲去唱歌，拢有无共的感动佮感触，对毋对？嘿，对啊，一定会有特别，互恁感觉真难忘的一个回忆，敢会当摕出来讲看卖？我会记得吼，以前成荣咧唱歌的时阵，可能唱歌伊无法度唱伫迄个歌的画面内底。啊，有一道会记得带去台中参加外口的歌唱比赛。啊，迄道拄啊，因为伊细汉的时阵体质较歹，所以有当赛车伤过远的所在，伊可能会做到晕车。啊，伊讲去到比赛会场的时阵，啊袂比诶，伊就晕车甲。迄讲伊规个人的状况毋是讲介好。啊，因为迄讲比赛抽个号码，伊拄啊最后一号，就伫咧现场的时阵，可以想办法，甲伊的规个情绪，稳定落来。啊，就伫边仔讲一寡故事，讲你今日来遮比赛，厝里的人爸爸妈妈嘛真用心，甲你带来遮。我会记时迄歌叫《白囝真深》，伊一人唱。啊，有讲你等下要唱歌的时阵，你会使想着讲平常时啊，爸爸上班会辛苦，啊，佮甲你带来遮比赛，啊，一条路遮远，啊，为着要互你兴趣，互你唱歌，等下你着想着迄个画面，你甲唱出来。结果迄道。伊笑甲伫台仔顶足感动，伫遐咧哭。现场诶人讲：哇，即个囡仔遮细汉，哪会笑甲遮感动？后来因为我甲迄个画面甲录倒来，我就会甲放学中。其实唱歌诶时阵，有当时啊，毋是讲你唱甲音偌悬，还是长音技巧偌厉害。唱歌最主要要有画面，你有画面带入了诶时阵，你歌你就会感动人，感动人，你条歌唱出来就哇。啊，所以对迄道开始诶时阵，伊就突然开窍，也对歌诶诠释，他就知道。有画面，甲很快带进去那个画面，伊就真紧有迄个故事出来。不管什么表演者，不管倒一个人，伊伫舞台顶，或者是伊是成功的背后，拢有迄个过程嘛。迄是上界辛苦，佮上界重要就是边仔人的鼓励。迄一天，爸爸伫边安尼甲安搭，甲保守，囡仔又感受到爸爸的爱，敢是安尼？其实阮打生一个囡仔尔，对伊的教育是足济，阿公阿嬷其实也足听伊的，只要伊有兴趣的。啊是伊对某样物件有迄个天分的，阮们拢会足支持去做。啊，所以也知影老爸老母足听伊的。像即马来讲的时候，当时伊买写卡片，写爸爸妈妈我爱你，有当时嘿啊，拢会收到，啊，就寄互你，有当足温馨的。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孩子。伫一个充满爱的气氛。这个囡仔就是足快乐、有爱的保护，所以伊展现出来的笑容、欢喜，就伫舞台上分享给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感受。哇，真感动！听一首歌，休困一下，咱较去听金庸爸爸的故事。路路的运命，半暝目屎担着陪单，想着世界搁需要人听，搁较艰苦也着行。路路的运命，半暝目屎担着陪单，想着世界搁需要人听，
艰苦也着行。日头遐尼大，天气遐尼热，爸爸你敢会随担？摕手巾仔来互你试汗，大汉我会做好囝，又互你辛苦甲阮日头遐尼大，天气遐尼热，爸爸你敢会随担？摕手巾仔来互你试汗，大汉我会做好囝，又互你辛苦甲阮心肝怪囝，爸爸爱你。爸爸我嘛永远爱你。心肝怪囝，爸爸爱你。爸爸我嘛永远爱你。你拢天该做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感谢咱听众朋友继续搁转来收听一个爱唱歌的囡仔，因爸爸讲出这个囡仔伫过程中有啥物故事，会互人想要去甲听。囡仔会当想讲，是毋是跟咱四大人的教育有关系咧？咱今仔日非常的感谢蔡先生吼，就是成荣的爸爸来分享过程。蔡先生，费用阁想要甲你问啦，看到成荣一首一首歌曲安尼唱的时阵，感觉讲足无简单呢。这若无讲真诶，咱有足侪迄个舞台的经验，嘛无可能讲今仔日伊伫迄个舞台顶遐尔享受，遐尔快乐的表现。当初是安那会带囡仔去咧歌唱比赛？因为我会记得阮兜住伫咧菜市啊的时阵拢有中原普渡的时阵拢有请迄舞台车。一到迄阵成荣3岁还未满4岁，就想讲，反正这个囡仔爱唱歌，就甲带去舞台顶，我就甲伊唱一首歌。叫唱了的时阵朋友下骹朋友，逐个拍鼓拍甲，听人拍鼓偌欢喜。所以每一道伊也看到人表演有迄舞台车，伊就边仔讨讲伊嘛要去顶悬唱，去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看到舞台，朋友会使去顶悬唱歌。伊嘛，大家拢伫遐咧讨，去红请根本都毋是去遐食物件，就是拢去遐踮咧唱歌。踮咧唱歌。嘿，最主要转变是因为咱若无定定舞台互去表演，捌一道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因为成荣想要去台顶唱歌，结果伊阵伊当幼稚园中班尔，婚礼主持人嫌伊伤过细汉，毋敢有去台顶表演，所以讲囡仔就足伤心的。我想讲，其实囡仔就爱表演。咱是毋会使找个舞台去表演？迄阵就去电脑去找看外口看有人诶囡仔诶在个比赛，外场诶唱歌比赛。就对迄阵开始诶时阵，带世界去，互伊去台顶比赛。每只看伊伫台顶比赛迄种快乐诶模样，其实咱有当较忝，咱嘛感觉足价值诶。就对迄个时阵，伊就开始，我就带世界去比。迄阵看到电视节目，暑假有咧办讲囡仔诶歌手诶擂台比赛。对。是讲，伊遮细汉，毋知有法度去唱无，无是讲无先来甲参加海选就试看卖。结果电视节目感觉，这囡仔介活泼。迄阵，阮最主要诶理念是讲，因为囡仔细汉，互伊一个回忆就好啊。
啊，无想讲，搁食爱笑，是笑到过关，这点我也感觉有点不可思议，讲这囡仔来这熬笑歌。所以讲吼，爸爸嘛是伊足大诶贵人呐。他拄仔听着吼，即个爸爸咧讲着讲，囡仔其实真正足失望诶时阵，爸爸将心比心。自迄时阵会当互囡仔有舞台展现诶时阵，你着去甲找舞台。嘿，因为我感觉一个囡仔其实伊也对一项物件有兴趣，其实咱会使甲他试看卖。因为囡仔其实伊诶想象空间足大诶，对，嘿，你也有一个舞台互去表演，伊也有兴趣出来诶物件作品，其实有时仔是咱无度料想会到诶。对。啊，囡仔其实伊嘛是足天真足自然，所以表演出来物件其实是足感动诶一个物件。是，惠阳想要请教诶，就是讲台语真正讲甲足溜倒诶啦，即个迄台语诶家字发音是拢爸爸你家己甲教诶，敢是安尼？因为阮老爸老母拢讲台语，是阮某迄边嘛拢讲台语。是。啊，因为我诶观念，我诶理念，甲阮某诶想法就讲，你加一种语言是加一个甲人沟通诶机会，能力。啊，所以我囡仔细汉来时，我就袂讲足刻意诶，讲囡仔一定爱学国语诶囡仔较高尚，因为我感觉讲台语。对咱来讲诶时阵，伊是种诶甲人沟通诶管道，加一种了解人种用啥言语诶文化。是，所以伫厝诶时阵，迄阵我就拢甲教台语，甲公阿嬷拢讲台语。迄阵去上幼稚园诶时阵，人小朋友拢讲国语。伊算我去到遐诶时阵，他可能打入诶时阵，迄个环境来讲诶时阵，可能甲人接触可能较格格不入。可是囡仔其实咧学物件足紧诶，对，伊真紧，伊国语。台语伊就足够讲诶，所以伊即马伫厝内讲诶时阵，甲阿公阿嬷，伊就自然甲阿公阿嬷讲台语；去学校甲小朋友，伊就自然讲国语。所以我感觉这无啥物讲毋好诶，因为咱加一种言语诶时阵，伊是加一种本事。所以我对这个理念，我感觉来讲，我是感觉真好，真重要。对，所以讲语言的即个教育上介好就是生活化嘛。伫普通时啊，厝里啊，有即个环境，安尼囡仔伊就自然会当讲安尼出口成章啦，吼，也是讲安尼歌安尼摇诶，就吼安尼随时就甲喊出来，足自然诶。这嘛是咱上介重要诶一个生活教育。嘿，因为我感觉厝里互伊诶环境是足重要，因为你厝里有迄个环境甲伊讲，伊自然伊就一种习惯。伊就甲即个言语讲甲足自然诶，是毋免讲特别去甲老师学，学诶时阵讲无啥顺。囡仔，我感觉囡仔你也自细汉讲台语诶时阵，伊敢去讲，伊就足够讲。你也无甲讲诶时阵，伊可能伊去学校接触，可是伊也是以国语为主，可是伊台语可能有当听有，可是要叫伊讲诶时阵，可能有当时也是讲袂出，讲袂得转。伊若讲。家己无标准，伊就歹势诶时阵，可能伊对这言语来讲，伊就无兴趣，就愈来愈揪，可能慢慢就无迄个对台语诶兴趣去。对，就看即个语言诶，渐渐啦，疏远去，对，疏远，就转离足远安尼对无？哇，咱非常诶感谢咱诶信用诶爸爸。分享着讲，即个语言是遮尔简单，伫咱的身边随时就当摕到的足好的经验。咱即马来听一首歌曲了后，再个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嘿。
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若是讲每一首故事，拢有一首歌曲，伫遐咧流，伫遐咧当说，咱的人生敢是足完美咧！哇，咱今仔日非常的感谢对高雄来的成阳爸爸吼，分享因后生爱唱歌的故事。爸爸，感谢你。没办法讲，伫咱的开讲当中吼，听到是大人对囡仔的期待，天下父母心呐，非常嘛足好现的。啊，恁成阳第一首歌是啥物歌？你敢会记哩？第一首歌可能迄阵比赛时第一首歌白囝真深是成阳伊上届印象上届深的歌，可能爱问伊哦。无成阳，你甲大家讲，你印象上届深的是对条歌？就是安东马赛，我就唱互恁大家听哦。迄安东哥啊我一首外注意，要呛呛行，你就呛呛去，上街到菜市，哎呦菜哪叮咚去哟！迄安东哥啊我双脚行入目到菜市，开喙叫一声头家啊！目睭搁插呢，东边看过来，哎呦西边搁看过去，起一目，哎呦看一支，迄落肥猪肉，肥刺刺，瘦的搁红气气。我安东开喙就问起，这一路一斤是要偌济钱？迄个台弟兄就应伊赔一斤5角2，瘦的搁一斤是要6块4哦。老师，安尼敢好听啊？好听，毋是要买新厝3房加2厅，或者毋免四界去探听。咱真正台湾上厉害的囡仔兄，一世人绝对有好名声。成阳，你足厉害，老师足欢喜看你熟悉。你太遐爱唱台语歌曲啊？就因为以前阿公拢会甲我教，因为以前阿公拢毋知影迄起有一道阿公就是生病就毋唱歌爸爸就感觉我太有天分了，就倒来甲我教结果就愈来愈厉害，最后咧就是去唱歌最后找着迄个节目就去唱，结果爸爸第一关想讲一定输的一道尔嘛免开足侪钱毋过我就一定赢，爸爸感觉就是真正无可能的代志最后摕到奖杯嘛是有人会叫我去唱歌所以你嘛感觉足有成就的感觉。对。你嘛爱唱歌，就是你有享受到这个学习的过程的这个欢喜，对毋对？欢喜对。你学习的过程当中老师想要甲你问一下学台语敢会足困难？袂，你只要有兴趣你就会想要去学。是。以前我嘛是。就是最爱唱歌迄个时阵阿公就较爱唱台语歌你拢对阿公学台语歌曲？我即摆是女调的起，阿公拢甲我用心男调的起，用个足悬我甲然后叫要歹去最后才是爸爸帮我调起无唱甲然后叫要歹去。安尼若袂输人咧讲台歌咧歌家安尼，爱听安尼。咱听众朋友敢有听到遮古锥的囡仔兄，一个囡仔会当安尼，甲伊学习的经验欢喜分享伫空中，互咱的好朋友听，就是表示讲，这个囡仔伊伫伊咧学习的过程当中，伫生活中充满着希望，充满着爱。尤其咱的台语他拄仔囡仔有讲的，伊就是对阿公安尼学唱歌，阿公的起查甫起拢毋调的，伊就是看到啥物起，比如讲迄是蓝调 A。伊就用蓝调的笑，伊拢毋管迄个起，拢毋去调的，就安尼直接笑跟然后叫要歹去，有当时我笑伊嘛是毋管起的是。跟然后叫要歹去，毋过后来才是爸爸帮我调起，无以前阿公毋知影，迄互我画想要台歌真正的真的伫遮要分享你的经验，就是讲，迄若起牵你无共的时阵，毋通硬笑，安尼足对咱的声带足伤害对吧？你爱甲大人讲，这毋是我的起，你爱调别个起毋过以前阿公就是拢毋管我嘛毋知影迄到底是啥物物件，就看着歌就笑，后来听爸爸讲这是啥物前奏有诶无诶这是有声音互你学笑迄种诶有诶是无声音互你。你爱家己去感受对吧？对，
无毋对。啊，尤其形容你敢知影咱台语的家字发音，咱的咬字发音的时候，尤其咧唱台语歌曲吼，拢爱家己做清楚的。对，啊，但是爱个长音，长音嘿，吼，啊来个收音，收音的部分对无？啊，有比如讲即条是感动的歌，你一开始学的时阵，爸爸讲，你莫去管迄长音，咱先来用感情，感情用了以后，咱才来用长音。啊，长甲做有感情袂使安尼就无感情，你规个歌就会卡在那边，嘿。啊，若讲着有感情，你敢要分享一首歌来互大家听？好啊。对一首歌，无言花。哦，所以你的歌的音又出来了，吼，来你唱一段，互老师听看觅。风霜雨来陪伴，灯火照影人孤单。寂寞的厝面透心肠，不知当是天才会讲。哇，好听好听，上界好听的声，就是这个囡仔兄唱出来的心声。咱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啊，台湾的教育是毋是爱互咱的囡仔有希望、有乐听来面对咱所有的教育的体制？咱暂时休困，来听一首歌，咱较过来想看，咱台湾的教育哪会当安尼，互一个遮尔啊古锥可爱的囡仔唱出遮尔啊好听伊的歌声？声
看世事，听心声。人生舞台，一步一步的故事，若袂是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看你是用什么感情，用什么滋味来甲听。今仔日咱节目当中邀请这位贵宾，成阳的爸爸蔡先生，咱真正足感谢，感谢伊甲一个囡仔教对咱台湾的母语遐尼啊介意，上介重要，佮愿意安尼世界去分享。成阳的爸爸，我真正足感谢。无老师妈来讲，嘿，因为尤其伫即个囡仔咧咧学习的过程当中家字发音足重要。啊，你嘛是拢安尼一字安尼甲教，爸爸你爱食头路，爱上班啊，爱个利用时间陪囡仔学习嘛。嘿，啊，即个过程你敢会当安尼分享一下？囡仔一边咧学习的时阵啊，囡仔就是囡仔会使态啊，会耍脾气，敢会？有当时嘛是会啦，因为囡仔有当伊较细汉啊。有当要对一寡物件讲要叫一直做迄个物件久，伊嘛是会无迄个耐性啊，所以咱可能有当时咧想一寡物件甲伊互动，比如说伊做了好，咱就甲伊奖励啊无金钱甲摸一个啊无就有当伊可能爱细项的玩具啊啥货啊，咱有当出去佚佗的时阵，看到伊介意的时阵。咱就咱甲鼓励一下，就要互算讲个奖励，甲安慰啦吼。对。所以讲做一个是大人，如何伫囡仔若拄着困难的时阵，慢慢甲带出来，对无？其实每一个囡仔是无共，可是有的囡仔你也较软细，用较保守诶。有的囡仔迄效果可能会比迄较硬，更较好用。对。因为成龙伊诶本身伊爱人甲抱，食抱啊去啦对，你也甲鼓励，有甲讲伊表现做好诶，伊就表现甲真好，伊就马上入迄个状况内底。家己也是伊诶笑怪诶表情啊，也是迄个你爱迄个动作啊啥，伊就马上会表现甲足好。啊，你干咩？伊就生气都无害啊。所以有当对囡仔先了解，啊，你可能针对伊诶寡性格去了解去对症下药，可能来比有当较强诶强势诶方法更较好。对。较早有一句话讲伫学乐当中成长诶囡仔会有一种自信。感恩、足欢喜心，咧面对这个社会，爸爸你已经甲成阳拍这个底底拍了足好诶。那伫这个成阳伊诶人生当中，你即马看伊咧读册啊，对伊有啥物期待、啥物愿望无？因为成阳细汉诶时阵，伊对讲话口才口条特别歹。因为本身阮对台语这个方面来讲诶时阵，其实阮嘛是介注重，阿公的理念嘛是讲，其实咱伫台湾去讲台语，会使甲咱的文化延续落去，其实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咱家己的台湾囡仔会晓讲台语，一代一代传落去，甲咱即个文化，一代一代接落去，其实是一个足重要的物件。是。所以我会希望讲，伊以后有迄个能力，伊伫台语即个部分来讲的时阵，袂使像培养老师安尼去牵教一寡小朋友，互即个文化一代一代会使传落去。这是我对伊的期待。是，哇，足感动诶！会使讲一个老爸对囡仔期待足简单诶，咱家己的母语啊，咱家己的文化，透过伊的声音，一代传过一代，台湾人讲台湾话足平常，嘛爱感觉足骄傲诶。目前台湾的语言的教育嘛是讲较偏华语的部分，你感觉安尼？因为来讲的时阵，像即马囡仔伫咧学校，甲朋友咧开讲讲的，其实老师咧讲嘛是拢以华语为主。那会使讲从头到尾真正会去讲台语的囡仔，其实有当时愈来愈少。是。感觉即个部分是较无彩的所在。是。会使讲有即个机会，即个能力。会使甲即个物件保存落来，我感觉这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所以你嘛是以一个家长的角度，敢有希望讲，伫咱的整个的教育的环境，加互遮囡仔有听的机会，你敢会有这种想法？我感觉，
因为佫牵涉一个教育的问题，是有当教育的问题，可能咱有当较无迄个能力，可是对有当咱本身咱厝里有即个环境对会使去对延续的时候，我感觉每一个厝内，我感觉这是会使去甲囡仔做一个教育，会使互因知影讲，其实你有加一个言语，你是加一个本领去甲人做沟通的能力。所以我有当感觉无需要讲去限制讲囡仔，你一定爱以华语为主。所以你的想法就是讲，伊的政策是安尼，咱既然无法度人改变的时阵，但是一定爱创造环境，互咱的囡仔，互伊伫生活当中，都会当自然甲咱的台语、咱的文化，透过因的口耳相传，传落来，敢是安尼？对。哇，今仔日吼，咱真正足甘心的，足感谢蔡爸爸吼，咱的分享遮尔好的经验。蔡爸爸，你敢有想要甲咱的空中的好朋友来讲一句啊，鼓励一下？今仔日嘛，真感谢惠荣老师，互我这个机会来遮甲大家分享。第一道来遮站门溪广播电台，甲空中的朋友分享我的一寡经验。虽然有小可紧张，表现无讲介好，但是这嘛是我家己的故事。希望讲会使甲大家带来一寡正面的能量，互大家对咱的宝语有一点体会。感谢听众朋友，非常的感谢，希望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感情来相友。咱最后甲咱空中的好朋友讲一声再会，拜拜，拜拜。山顶路，花草溪也有水，桥顶伊的形也煞一阵来浮起。我好像彼只失去爱情的白灵丝，后悔无讲出迄句话。伊伫点梦雾中飞过来，飞过去，这嘛无伊，也无伊，不知伊敢有含我有同款的滋味。不知影有这久无想着伊，行到这条长桥，才知有这多年。就算伫路花草溪也有水，桥顶伊的形影煞一阵来浮起。我不愿变做失去爱情的白灵丝，我要来讲出迄句话。迄句话吞伫咧心肝头这多年，一句我爱你，两句我爱你，我要对你讲出千千万万我爱你，一句我爱你，两句我爱你，我要对你讲出千千万万我爱你。伫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拄则牵囡仔，佮囡仔爸爸开讲了后，
胡惠阳想着讲，长期以来台湾的语文教育到底是咧牵制咱的囡仔，还是咧互咱的囡仔增加学习的负担？近来实际有伫学校参与教学的工课，看着即摆囡仔真辛苦。拄1年的囡仔，华语的注音符号、英文的拼音系统、母语的罗马拼音，看甲无嘎嘎。其实不管倒一种的语文，听、讲、读写，就是伊的秘诀，也是主要的方法。不管你去对讲还是沟通，拢爱先有听，才会当来学习。伫今仔日甲新阳的爸爸开讲了后，更加了解为虾米这一个7岁囡仔徛伫舞台顶是这么自然、这么快乐咧分享一个囡仔天真的表演。虽然伫舞台顶伊唱着一首搁一首的大人歌，但是为安怎新阳有法度甲歌词内底感情拢表达出来？除了家庭教育，耳孔有咧听，厝内的人会当堪伊做伙讲。上界重要的是，新阳的爸爸妈妈对囡仔的教育的观念，搁有这位爸爸对人处事的客气顾谦，嘛是囡仔伫学习的模范。因为时大人的用心，看着台湾母语的未来。有时阵，惠阳伫新阳的影片当中，听着新阳的台语，惠阳拢会歹势。我都已经这侪岁啊，毋过台语搁无新阳的遐尼自然。惠阳伫遮请教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啥物人讲我的台语上界标准？那只要肯学肯讲，啥物人的话就是上界好。感谢朋友来收听空中文化传心声，多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台湾文化咸酸甜。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去广播电台制作，老惠阳主持，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欢迎大家每一个礼拜和惠阳做伙听台语、学台语，互咱的生活加添趣味和欢喜。我是惠阳，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满面春风。期待后一礼拜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会，拜拜，再会咯。